中醫醫狐臭，請大家咧就記住2個方法，內外同調。腋臭咧又叫狐臭，而家咧天氣熱咗啊，有狐臭嘅朋友咧，呢啲味道啊真係藏都藏唔住嘅，味道非常之重。哪怕你日日沖涼啊，即使將啲腋毛剃乾淨咗，啲腋臭咧都揞唔住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如果你噴咗啲香水咧，就會又香又臭噶啦。其實咧喺中醫嚟睇啊，呢啲腋臭咧多數咧同呢個濕熱係有關嘅，肝膽濕熱就會引起呢啲油氣外泄而產生呢個腋臭啦。濕熱不除咧就容易反反复复。今日咧就教大家2個老中醫先知道嘅方法。首先咧，大家喺晚上沖完涼之後咧，就將呢個腋下咧抹乾淨，又再塗抹呢個腋臭粉，咁啊可以辟穢解毒、芳香除臭。咁另外咧，對於呢啲腋下有汗液發黏啊，腋毛上咧有啲白色或者淡黃色嘅分泌物嘅咧，都可以用佢嘅。大家咧就要記住呢個國藥準字嘅標誌，即避免咧買到一啲假藥。另外咧都可以咧用啲呢個梔子同埋茯苓咧嚟煲水代茶飲，咁啊可以清熱去濕。呢2個方法內外同調，大家學識未呢？